驚住之前咧你冇聽過我講啟示錄，所以咧喺引言嘅部分咧，我會先重溫一下咧喺啟示錄第11到第13章出現過幾個有關日子嘅對比嘅。咁咧就喺第11章嘅開頭嘅時候咧，就有提及外族人踐踏聖城42個月，即係嗰啲唔係上帝嘅兒女或者子民嘅人啦。然之後上帝就差派2個見證人，卻係宣講神嘅信息1260日。然之後第二組嘅對比喺第12章同埋頭先讀過嘅第13章開頭咧，就7頭10角龍所迫害嘅婦人咧，即係教會啦，就受供養1260日。但係10角7頭獸咧，卻只可以行事42個月。然後第3個對比喺第12章出現過嘅魔鬼時日無多，婦人咧即係教會啦，就卻係受供養3年半。我哋亦都講過咧，無論3年半或者42個月或者1260日，其實個數值都係3年半嚟嘅啫。按古代嘅計算方法，不過咧透過唔同嘅單位，總之咧佢就要講到咧上帝所用嘅人或者上帝所保護嘅人，佢嘅數目係比嗰啲敵對嘅力量咧係要大嘅。咁所以咧就我哋可以咁講啦，喺上帝嘅保守底下咧，就係邪不能勝正。咁當然喺坊間嘅講法，道高1尺，魔高1丈，似乎唔啱啦，係咪？呢度講嘅講法咧係道高啲個噃咁樣。不過咧，我哋都話，咦，道高1尺，即係魔高1尺，唔通道高1丈調翻轉咁犀利咁樣？不過喺一個上帝仍然容許有苦難罪惡嘅世界，又唔係咁容易，又唔係咁簡單嗬。咁於是乎咧，我哋就話咧，只要係魔高1尺，但係道高12寸就得㗎啦。咁即係咧，其實又係玩緊嗰個數字遊戲，一樣嘅時段，一樣嘅咁樣嘅即係時空坐標嗬。但係咧，卻係邪不能勝正，又或者調轉講，正往往能夠險勝到邪惡嘅勢力。然後上帝繼續引導歷史繼續前進，而我哋咧就揀不斷企喺上帝嗰一邊，同佢共創歷史嘅將來。由主耶穌升天到佢再翻嚟嘅一段日子，好長好長啦，係咪？教會咁長就已經係咁長嘅時間，正邪對壘無日無之，但係神應承咗佢嘅守護係永遠比魔鬼嘅工作更加持久。不過咧，喺讀第13章頭先讀過嘅經文，你就會發現，咦，好犀利㗎噃！龍係魔鬼啊嘛，我哋如果仲記得嘅話，龍所授權嘅海獸、地獸所帶嚟嘅壓迫咧，唔少嘢㗎噃。喺未曾能夠險勝呢啲邪惡勢力之前呢，喂，要吃苦頭㗎噃。所以約翰先至講啊嘛，頭先第10節嘅講法，佢話咧，信徒嘅聖徒嘅堅忍同埋信心就在此處，係咪？如果好容易嘅，咁就唔使堅忍啦，又唔使信心啦咁。但係總會有被俘虜或者被刀殺嘅風險同埋代價。而正常嚟到講，俾我哋都係嘅，避之則吉啦，係咪？人之常情嚟嘅呢個，但係有時亦都避無可避㗎。經文咧第13章1至14節就首先介紹，佢話咧，從海裏面上嚟嘅獸同龍咧就有啲接近㗎噃，就係咧10隻角7個頭嘅。而13章1節呢度講咧，10隻角帶住10個皇冠咧，就好明顯同先前第12章講過嘅7個頭帶住7個皇冠咧就有啲唔同啦。帶住7個皇冠，我哋講過就係羅馬嘅列王，由佢哋嘅開國嘅元首到一路數到落去，而家冇數到嗰個，當佢係第8個嘅多米田咁樣。
咁啊如是者前邊有7個嘅皇帝咁。但係呢度咧就提到有10隻角同10個皇冠，咁即係話講緊日後嘅政權啦。我哋話喂，唔係一定係歐共體嘅，又唔係一定咧只係指定某一個嘅政權。如果約翰根本冇指定係邊一個，有陣時的確可喺我哋嘅生活一路落去嘅時候，就會發現喺歷史上邊咧，其實呢一啲嘅你可以話邪惡嘅政權咧，都會不斷有一啲重複嘅現象出現嘅。咁呢個都係事實。第13章第2節呢度提到話，龍將自己嘅能力、寶座、大權都交俾海獸，亦都可見咧魔鬼同當時嘅羅馬帝王咧有拉能嘅，係嘛？龍交權柄俾獸，魔鬼直接交佢嘅權柄俾呢啲不恰當嘅政權咁。咁啊，當然我哋亦都會諗起咧，有一個另外嘅講法咧，都係好熟悉㗎，叫敵基督。係嘛？即係你話哇，係咪有一個指定嘅人叫敵基督咁？嗱，又要搞清楚，其實咧啟示錄本身咧係冇敵基督呢個講法㗎。敵基督呢個講法咧都係約翰著作，不過就係約翰1書同2書嗰度有提及嘅。咁敵基督你可以講啦，係其實更加廣闊嘅，反而係嘛？唔係指定某一個人，而係敵對基督嘅人同埋事咯。咁羅馬皇帝肯定其中一個，但係佢只係其中一個，而佢可以咁樣講啦，羅馬皇帝咁佢嘅角色梗係更加獨特啦。喺啟示錄呢度咧，佢咪叫做獸咯咁。於是咧喺第13章第3節咧，呢度就提到啦，嗰個獸咧7個頭之中其中一個頭，即係。總之係羅馬列王嗰頭嗰7個啦，其實我哋知邊個㗎？似乎受咗致命傷，但係嗰個致命損傷卻好返，全地嘅人都感到驚奇，跟隨咗嗰個獸。嗱，如果你單從經文去到講呢，就當時羅馬帝國對基督徒嘅政治迫害，就你可以咁講啦，歸咎於呢個獸啦，係咪？咁但係呢，如果從歷史嘅角度講呢，就按阿鮑維均牧師新約嘅權威嘅理解咧，佢話因為咧好有趣嘅，羅馬皇帝嘅廟宇裏面咧，佢哋有一個嘅你叫銘刻啦，或者有句説話啦，就係話咧羅馬皇帝自己講嘅，誰能與我爭戰？誰能勝過我的權柄咧？咁樣即係自己耀武揚威啦，就同呢一度經文提到嘅，喂，好相似喎。於是乎，我哋都幾肯定咧，海獸就係指羅馬嘅皇帝啦。咁咧，而且咧，基督徒對於作出政治迫害嘅當時嗰個係多米田呢個皇帝咧，都受咗唔少苦啦。不過呢個皇帝咧喺公元96年咧就遇刺身亡。而又講翻轉頭，早20幾年前，即係30幾年前，公元60年左右啦，有個叫尼祿王，一陣間我哋會再提佢個名嘅，因為經常出現喺啟示錄嘅暗示裏邊。佢係68年嗰陣時自殺身亡嘅，而家講緊第1世紀嚇，68年嘅時候，喺後期嘅政治迫害咧，啲人諗翻轉頭咧，都係好驚嘅，因為彼得同保羅咧，都係死喺佢手上㗎。咁而家當然更加犀利嘅係多米田呢個暴君咧，就係喺約翰寫啟示錄嘅時候執政嘅。啟示錄呢度嘅講法咧，就好可能咧係講緊咧民間有個講法㗎。佢話咧尼祿王不死咁樣嚇，尼祿王要捲土重來咁樣。喂，你話唔係喎？歷史咪話佢68年嗰時已經死咗咯，而家都90幾年咯，咁即係已經去到過咗30年㗎咯噃，佢應該死咗咁樣。但係點解會話佢尼祿王不死，尼祿王要捲土重來，又暗示係呢隻獸咧咁樣？原因就咁樣嘅，因為咧當時嘅尼祿王咧，其實係唔講都即係唔知啊，就係咧。佢係好年輕咧，就做咗皇帝㗎啦，17歲到啦。17歲你話我哋考公開試㗎啫喎，佢已經做皇帝啦，我都唔知佢點做嘅。你可以 check 下究竟佢點樣上位嗬。但係咧，佢只係到佢自殺身亡嘅時候，講緊68年啊嘛，係咪？係30歲㗎咋。
即係咁年輕嘅一個點講啊？權傾朝野啊，定係權傾當時羅馬帝國嘅一個皇帝，實在真係死咗？咁年輕係咪扮死㗎？然之後佢會復出，會捲土重來，再做領袖㗎咁樣。即係我係諗下咧，我係諗翻細個一個好模糊嘅印象啊，就係咧當年咧功夫巨星李小龍係嘛？好細個，我得幾歲嗰陣時，咁啊佢死咗咁樣嗬。咁於是乎啲人都會覺得，係咪去咗第二度呀？係咪隱姓埋名啊？做自己喜歡嘅嘢啊？明星太大壓力啦。咁諸如此類，總之就唔相信咧一個咁年輕嘅人咧就咁就離開咗世界。當然啦，有啲情景就係我哋可能對呢位功夫明星好仰慕，唔想佢死。對於政權嚟到講，就可能唔想尼祿王死嚇，因為可以拎佢出嚟咧，去 justify 佢哋呢個嘅政權。又或者咧，好似近來咁樣即係被選親做新嘅政治領袖都會死噶嘛。咁於是乎咧，就重傷都好啦，重傷啱啦選你，因為冇乜損失係咪？咁然後咧就可以即係其他人就得到平安啦咁。啟示錄嘅預言應驗，其實喺近代環境其實係唔係預言應驗咯？嚴格嚟講係喺約翰嗰個年代出現過嘅事情，其實喺歷史當中偶爾都會重複㗎啦。其實係一個必然嘅現象。第一世紀羅馬帝國發生過嘅事情，日後喺唔同地方，唔止係歐洲，都會咁樣重新出現相似嘅事情。你試想像喺英國如果國民今日呢，就我哋通常都係King Charles 做皇帝，咁咪尊重佢係精神領袖咯，咁我哋唔會終日都仲係掛住英女王㗎，係嘛？英國仲拎翻英女王幅相出嚟，搞住佢老人家，喂，佢老人家翻去天家㗎咯，唔好搞佢咯。咁做得好好醜都好，係咪？我哋都係睇 King Charles 係點咪點咯，咁樣盡量尊重，但係又即係咁喺度生活咯，咁樣。第13章第13章第4節。全地嘅人都甘願向我哋可以咁講啦，蛇鼠一窩，佢哋真唔係龍獸嚟㗎，龍同埋獸去降服，因為第4節呢度提及咧，佢哋因為咁嘅緣故咧，會得到政治同埋經濟上面嘅好處㗎。如果倒轉嚟到講，唔願意同呢啲龍同獸蛇鼠一窩向佢哋降服嘅話咧，咁對於當時嘅人嚟到講咧，就會得到唔係益處啊，係得到政治同埋經濟上面嘅損害，係嘛？就所以咧喺啟示錄嗰個嘅時代咧，其實嗰個嘅管治係好嚴苛嘅噃。同我哋咧喺遇到咧羅馬書係嘛，第13章係嘛呢個講法。我哋2019年都有人拎呢個出嚟討論㗎，仲係拎呢個出嚟討論㗎喎。羅馬書喺第13章，保羅嘅教導啊嘛，佢話人人都應當順服在上掌權嘅，因為冇權並唔係出於神嘅，而呢個嘅掌權呢，都係出於神嘅指派嘅。又或者第3節講執政嘅人對行善嘅人嚟講呢，就唔可怕嘅，對作惡嘅人先至可怕。咁所以咧，我哋應當行善，咁樣咧，你就可以得到佢嘅稱讚啦等等。其實按住新約嘅聖經學者，特別係有關新約倫理嘅學者咧，會提我哋羅馬書呢度嘅講法，對於掌權者順服嘅教導咧，其實聖經唔係淨係得羅馬書第13章㗎，聖經仲有啟示錄第13章㗎，兩個都係13章，但係咧一個係羅馬書，一個係啟示錄，一個係保羅嘅作品，一個係約翰嘅作品。講緊啟示錄第13章係調翻轉抵抗邪惡嘅掌權者，抵抗嗰一個由魔鬼授權嘅掌權者。咁樣嘅教導，所以兩方面都並行嘅。簡單嚟到講，羅馬書寫作嘅時間呢係56、57年嗰陣時度啦。
你心水清嘅話咧，其實就係尼祿王執政咧初期嚟嘅啫，頭嗰2-3年到啦。咁咧就究竟佢有冇已經有啲不良嘅作風係嘛？即係係咪鋪路長線統治咁？唔知道，我唔知保羅見唔見到尼祿有啲咁樣嘅徵兆。但係無論如何，喺保羅即係寫羅馬書嘅時候咧，即係佢都20歲未夠尼祿係嘛？最大嘅作惡應該都未出現㗎。於是乎咧，羅馬書呢一個嘅記載，我哋可以咁講啦。其實咧，既係個管治都係仲係稍為正常嘅，咁於是乎咧，信徒咁梗係要亦都正常咁樣順服呢個政權，唔係話去為非作歹或者係點樣去反抗咁樣。但係咧，當呢一個嘅情況一路惡化嘅時候咧，其實羅馬書喺呢一個具體嘅教導上邊咧，未必係適合當時嘅處境。倒翻轉咧，到尼祿自殺身亡嘅時候出嚟嘅，而家多米田呢一個嘅皇帝咧，就更加即係有過之而無不及啊！所以約翰嘅啟示錄嘅作品呢度提及咧，就更加係嗰個咧要去抵抗呢一個嘅政權，或者起碼消極抵抗啦，你冇得積極抵抗都好，咁嘅一幅個嘅圖畫。就經文甚至提到既然嗰個嘅政權嘅權柄係出於撒旦，咁於是乎約翰就鼓勵當時嘅弟兄姊妹，你積極又好，消極又好，點都要抗議呢一個嘅政權。然後喺第13章第5節啦，呢度提到咧，龍所授權嘅10角7頭獸咧，佢可以行事42個月。頭先我哋有記得啦，12章6節類似嘅嗰條龍咧，所迫害嘅教會咧，佢就能夠有1260日。不過咧其實可以咁樣講啊，13章第6節講緊海獸喺嗰度咧，其實係我形容咧係好篤眼篤鼻嘅喎。係嘛？佢又褻瀆神啦，於是咧又搞到神憎鬼厭啦，然後咧又可以勝過聖徒啦，於是搞到人神共憤啦，然後佢又可以管治所有住喺地上嘅人，即係因為你點講啊？肉隨砧板上啊嘛，係咪？你唔順從都唔得啦，咁所以咧就其實一個好困難嘅生活環境嚟㗎。我哋以前係唔明嘅，太平盛世係嘛？我依家我覺得我好明啦，我唔知你明唔明啊？係咪？肉隨砧板上係嘛？然後咧喺跟住落去描述咧，耶穌基督既然係嗰個被殺嘅羊羔咧，信徒之中有被俘虜，有被刀殺，就不足為奇。不過喺今日嘅監獄裏面，又或者喺流亡嘅人當中，你亦都發現唔少基督徒嘅身影。係嘛？即係為咗可能覺得一件啱嘅事情堅持去做，但係就會有即係唔容易面對嘅後果。不過啟示錄呢度講法，佢話聖徒嘅堅忍同信心就喺度啦。雖然嗰啲人神憎鬼厭咁樣去管治，搞到人神共憤都好啦，但係佢哋咧係冇份喺生命冊上邊嘅。我哋好似處於下風咁樣都好啦，但係我哋咧就反而係有份喺嗰個嘅生命冊上邊。起碼如果你願意嘅話，藉住呢一個機會認識主耶穌，咁我哋就有份喺嗰個生命冊上邊。接住落嚟，約翰就描述另一隻獸，嗰個另一隻獸咧就喺地裏邊上嚟噶，佢有2隻角噶，唔係戴皇冠嘅。咁於是咧，我哋可以知道唔係皇帝嗰種級數啦，唔係講緊多米田定係尼祿嗰啲，而係咧同龍同海獸有密切關係嘅。咁嗱，佢講嘢又好似龍咁樣噶，又能夠行使頭一隻獸嘅一切嘅權柄噶。地獸能夠行嘅奇蹟咧，就係圍繞住佢為海獸所編造嘅神話。
第13章第12節係咪啊？即係嗰個海獸可治好咗致命嘅損傷，受咗刀傷都仍然能夠活着，死咗都可以講嘢咁樣。你又諗下，其實係現代咧開動宣傳機器啊，死都講翻生嗰啲啊。然之後經文嘅內容去睇咧，你可以咁樣講啦。嗱，如果頭先講緊咧，地獸係對當時羅馬帝國對信徒嘅經濟政治嘅迫害。啟示錄針對小亞細亞教會所發出嘅信息，係因為當時盛行皇帝嘅敬拜，咁所以地方官去執行上面嘅旨意。不過與此同時呢，就如果有人唔順從嘅話呢，佢話就冇咗呢個嘅記號或者係獸嘅名字或者獸名嘅數字呢，就唔能夠作買賣。咁肯定呢，就會帶嚟經濟上嘅損失。過往呢，就讀經文讀到呢度呢，有人就同你講啦嘛，一定係講巴曲啦，係咪？或者係 chips 啦，係嘛？即係有時嗰時都係咁樣講㗎，係咪？咁啊，即係講巴曲嗰陣時未有 QR code 添，你嚟崇拜嘅時候下載崇拜週刊都要有個 QR code 添，係嘛？而家買嘢呢。拎個電話出嚟係嘛 ，Nectar card 係嘛，跟住個店員仲同你講，喂，我要嘅巴曲版喎，唔係 QR code 版喎，搞到你一頭煙係嘛？無論如何咧，其實你今日可睇翻轉頭，巴曲也好 ，QR code 也好，係咪呢樣嘢咧？喂，佢冇乜入侵性㗎啫噃，係嘛？准許人交易。即係咪準你交易咧？你攞張咁嘅卡又唔係好難嘅喎，冇乜正式審查嘅噃，係嘛？亦都唔見得有啲咩不道德嘅交易喺背後喎，咁樣反而唔俾交易咧。譬如話舊陣時喺香港嘅情況嘅話咧，你破咗產咪咁咪唔能夠交易咯，或者係有啲限制咯。咁否則都係冇乜限制㗎。QR code 巴曲唔會帶嚟我哋有啲咩特別嘅限制。喺第1世紀末。如果有人唔順從，就即係話冇咗個記號，冇咗獸嘅名字，冇咗獸名嘅數字，就唔能夠買賣呢一個咁樣嘅經濟損失呢。你讀翻清楚聖經其實如果冇呢個記號呢，就冇得交易啊嘛，有損失啊嘛，冇經官方認可嘅話，係嘛？你可以冇工做，你可以冇生意做。你可以冇得演出，你可以冇得攞獎，你可以冇得返學。事實上呢啲事係會層出不窮。喺英國你話冇限制咩都有嘅，如果你呢度係咪有門檻嘅？有陣時我哋做嘢嘛冇經驗啦，唔夠資金啦，唔夠人脈啦，唔夠語言嘅能力啦。咁喺種種嘅限制底下呢，就只能夠盡做啦。慶幸呢個唔係官方帶俾我哋嘅，即係留難嚟㗎嘛，係我哋移居嗰個文化嘅差異而係要克服嘅地方。咁起碼英國政府都維持 B1 啦，佢都冇特登留難你啊，即係佢都盡力幫我哋啊，咁我哋又要盡力投入啊，咁樣。嗱，最後咧就一定要同你講下咩叫666嘅，唔講666咧，你又覺得冇聽過聖經嘅，或者冇聽過啟示錄嘅咁樣。就啟示錄喺第13章第18節，佢話智慧就在此處，有悟性嘅人就要讓佢計算那獸嘅數字，因為這是人的數字，它的數字是666。18節呢度提及咧，那獸嘅數字係人嘅數字，個數字係666。咁即係話咧，唔係講龍即係亦都唔係講魔鬼本身啦。你可以咁講。所以咧就以前有套電影咧，唔講名啦，算啦。咁話說咧係將666咧係等同於魔鬼噶嘛。我年輕嘅時候咧，10幾20歲嗰陣時咧，有幾年聖誕節次次平安夜都病嘅。咁後來同同事講起咧，佢話：你掀開啲頭髮睇下嚇，
有冇嗰3個數字好啲喎？咁樣即係講笑啦，當然而家唔使啦，唔使牽都睇到啦，咁疏就係咪？但係肯定唔係咁解嘅，因為我都講咯，如果你按住解經咧，嚟到呢一度咧，666唔係魔鬼嚟噶嘛，666係人嘅數字啊嘛，而且經過龍同獸咁多重，喂佢好低級嘅啫喎，呢個666咩嚟㗎？咁樣就其實咁嘅。希伯來文同希臘文咧，都係字母嘅文字嚟嘅。你當英文咁啦，嗬 A B C D 一路咁落去，然後咧佢哋就會咧將一啲數字咧 assign 俾佢噶。譬如你 A 係1咁啦，B 係2咁啦，嗬。嗱1至9、10至90，跟住100、200咁一路落，咁啊你啲數字你啲字母行晒之後咁就完啦，又或者再加一啲其他嘅變化，諸如此類。咁啊希伯來文、希臘文都係咁噶。咁於是乎咧，就有學者建議咧，喂666呢個數字係咪人名嚟㗎？因為轉到做字母啊嘛，咁於是乎咧就按住羅馬皇帝多米田，即係當時約翰嘅處境，就咁首先寫佢嘅名出嚟先啦。哇，好長喎個 title，拉丁文唔識讀啦，係咪？希臘文嘅翻譯，佢哋話咧就將呢個咁樣嘅全個名咧，就抽某一啲嘅字母出嚟，就係咯，即係紅色或者藍色嗰啲啦，就抽佢出嚟，然後條數係啱㗎。條數梗係啱啦，佢梗係計啱，然之後先至咁樣建議噶嘛，係咪？咁於是乎咧，1隻字也好，3隻字也好，5隻字也好，2隻字也好咧，就不規則地咁樣抽。咁咧就我話心咁諗咧，就咁樣嘅話咧，就同呢個聖經密碼差唔多嘅啫噃，即係有本即係錯嘅書啦嚇，總之就差唔幾嘅啫喎，冇準則嘅喎咁樣。咁於是乎咧，你記得經文經常暗示尼祿王啊嘛，係咪？咁於是學者又諗啦，尼祿王機會就大啲啦。點解咧？嗱，因為咧按佢個名咧，就拉丁文有個名啦，即係你當英文咁都係啦，Caesar Nero 咁咯，嗬，唔係 Cafe Nero 喎，唔好搞錯，係嘛？但係咧，即係如果希伯來文嘅話咧，就Naron Caesar 咁樣啦嚇，咁就將嗰啲嘅數值兩個字紅色黑色係嘛，加翻埋係啱喎。但係啦，當然啦，你話咁以上文一路講緊，喂佢哋咧替呢個尼祿王編造神話啊嘛，死咗又話未死啊嘛，要增強佢哋嘅政權嘅認受性或者威武嘅程度啊嘛，咁的確係啱嘅喎。尼祿係嗰個嘅背後隻獸又好佢哋嘅君王嘅代表又好咁樣。不過咧就唔明點解係希伯來文咯。咁你話猶太人嚟噶嘛，佢哋咁咪希伯來文咯，咁都可以咁講嘅。但係無論如何咧，就更加有人講咧，就話以前咧我哋話如果魔鬼係666嘅話咧，上帝就係777，咁於是上帝犀利過佢。兩個講法都錯嘅。呢度係講緊一個人啦，然後上帝又唔係777，我好早已經講過㗎啦，呢個唔再重複啦。但係咧反而有人提及咧耶穌個名，耶穌嘅名嘅希伯來文就即係約書亞咁解，耶和華啊，就上主拯救咁解，就佢係希臘文譯音嚟嘅呢個，即係耶穌。所以我哋平時即係國語講咧，耶穌啱㗎，耶穌希伯來希臘文就喺呢一度咧，將耶穌嘅希臘文嘅名咧，就又係我哋話希臘文都有字母嘅數值啊嘛，就擺落去嘅話咧，就係888，勁過666好多喎，係嘛？咁不過一個希臘文一個希伯來文唔知係咪真咯？咁但係無論如何，聖經解到呢度咧，錯極都有限喎。點解啊？因為上文係暗示緊尼祿啊嘛，下文係講緊
羊羔耶穌基督同埋佢144000追隨嘅人啊嘛。咁所以嗰個嘅對比，由尼祿呢啲地上嘅暴君去相比於耶穌基督呢個君王嗰個嘅差距，係肯定係即係 valid 㗎呢個對比。嗱，最後咧佢話智慧就在此處啊嘛。咁我就諗啦，識解呢個數字遊戲係咪就係智慧咧？咁抑或係我哋識破？喂，暴君就係做到咁樣嘅嘢嘅啫噃。選擇咗自己應該行嘅道路，用呢個方式去跟隨主耶穌係嘛？然後咧，聖經下文就提到咧，跟隨耶穌基督呢位羊羔咧有144000人係嘛？我哋都希望係有份啦。咁嗱，不過咧又係解釋埋嗰個啊，144000人啊，我哋如果都有份嘅話，咁我哋都好想知道我哋嗰個立足點喺邊噃咁。羊羔喺錫安山上邊跟隨佢嘅人有144000人，佢哋嘅額上有耶穌基督嘅名同埋天父嘅名，係嘛？就唔係嗰個買賣嗰個記號，佢寧願冇嗰個記號啊，寧願冇得買賣都好啦，都寧願跟隨耶穌基督。咁嗱，經文咧就同我哋去提及咧。144000人，我哋有陣時就覺得呢個係咪字面數字嚟㗎咁樣？其實咧有人就咁建議嘅，我哋仲記得咧，即係咩24位長老啊嗰啲㗎嘛，係嘛？係咪12支派乘以12使徒，再乘以成千上萬嘅人，變成不計其數咁多嘅門徒咧？咁樣咁，我覺得都幾合理嘅解釋啊！嗬，12乘12再乘1000咧，就係等於144000啦咁樣。咁呢個會啱啲啦，好過某一啲嘅教派話，我哋嘅信徒就係144000人啊，你哋全部都唔係啊，咁唔會啦，教會係俾眾人噶嘛咁樣。呢一個咁樣嘅講法咧，眾聖徒跟隨耶穌基督咧，最後令我諗起一本書裏面提及嘅一個經歷。呢度所引述嘅呢個經歷咧，係我老師其中一位老師嘅太太寫嘅呢本書。咁咧就咁即係真係我嘅師母啦嚇，即係我嘅老師嘅太太啦。咁佢喺治療癌症嘅過程當中咧，就係一個你可以咁講啦，多倫多嘅冬天，即係多倫多喎，即係北美洲嘅東岸喎，冬天喎。佢話咧嗰日竟然最高溫度有10度，好高㗎啦，係咪啊？即係我哋喺呢度以前喺香港就唔會明啦，呢度就明啊，係嘛？即係我哋都高，有時都高過佢，但係哇！佢嗰邊都有10度，佢帶住呢份感恩嘅心情就出街，就去佢屋企後面嘅佢哋稱為咧秘密後花園。喺嗰度有個墓園，咁頭先講啊嘛，啲師母係佢係癌症治療嘅過程當中啊嘛，於是乎咧喺一個咁溫暖嘅日子，溫暖啊嘅日子咧，就去呢個花園嗰度行下，既係感恩，但係又有一啲顧影自憐，係咪？俾你都會啦，喺一個咁嚴重嘅病嘅治療嘅過程裡面。然後咧，呢個係墓園嚟㗎嘛，跟住佢就望到一排排嘅墓碑，講咗以下嘅呢段説話啦。佢話睇住呢一排一排又長又整齊嘅墓碑咧，就好似另一位 Eugene Peterson 牧師所講嘅，真係好似一個咧，即係復活軍嘅大檢閱咁樣啊，即係對住對墳墓喎，即係教會嘅墓園啦咁。咁然後咧就你能夠理解咩？你能夠知道或者察覺咩？瞓喺呢一度嗰啲所謂喺呢個世界已經離開咗呢個世界逝世咗嘅人，佢哋所組織埋嘅大軍，比而家尚係喺世上邊嘅人仲要浩瀚強大得多。然之後等到肉身復活嘅時候，咁就係彰顯出嚟。但係而家唔明緊要啊！呢個奧秘有佢唔明啦，
但係總而言之，我哋就係要跟從呢個復活嘅基督嘅大軍，然之後參與喺呢個行列裏面。佢自己問啊，你覺得你好孤單咩？年初一呢個冬天出嚟行，即係墓園係嘛？係咪只係一個生死難測嘅可憐嘅少數呢？唔係，我係復活嘅大軍嘅其中榮耀嘅大多數。成本書我成日都記得呢段，因為咧可能即係人都漸漸老邁係嘛？我哋又喺異地係嘛？有陣時都會諗，咦？我哋會諗埋一邊啊，係嘛？但係呢一度提我哋唔係喎，喺我哋嘅生命有生之年，仍然可以被上帝去運用，仍然即使喺病患當中，仍然都可以俾心機每一日咁樣去過。就好似咧，你唔知係咪自己選擇有得揀定冇得揀，離開咗本來嘅城市嚟咗呢一度，跟住我就諗啦。我尋晚諗起獅子山下呢首歌啊，係嘛？我哋大家咁即係我話在這間教會相遇上啦，總算是歡笑多於唏噓。你過往可能教會你係唔會去嘅，唔得閒去啦。而家咧你唔介意嚟坐下，甚至咧唔介意，喂唔好如入寶山空手而回喎。願意去聽下或者認識一下，認真啲嘅去接觸一下基督教嘅信仰喎。又或者你本來就係基督徒啦，係嘛？信咗大半世嘅基督徒啦，然後嚟到呢一度仍然想認識上帝同佢嘅説話多一啲，相信可能未離開世界都仲係有啲嘢可以去學習，可以去認識嘅。然之後讓我哋喺呢一個本來係異地嘅異地嘅文化裏邊，但係俾我哋有機會嘅去認識我哋嘅上帝，又有機會讓佢去使我哋可成為佢嘅工作，讓我哋喺呢一度可以帶嚟好嘅影響，或者帶嚟好嘅貢獻。咁我諗就係我哋剩低落嚟嘅生命最有意義嘅嗰個嘅行嘅方向。願主幫助我哋啊！啟示錄係好難解嘅經文，但係你再細心啲諗下，平行時空原來又係好接近嘅一個嘅圖畫，佢帶嚟俾我哋嘅鼓勵，相信係我哋今天都用得着嘅。求主堅立我哋，幫助我哋。我哋稍作安靜，然之後一齊祈禱。我哋同心禱告，天父上帝，我哋逐漸去明白點解約翰寫啟示錄咁隱晦，但係又係對當時嘅人嚟講呼之欲出，對我哋今天原來都有好微妙嘅吻合。求主你幫助我哋，既然約翰咁樣鼓勵當時嘅信徒，求你亦都讓我哋喺今時今日我哋獨特嘅處境得着你自己嘅鼓勵，得着你自己嘅幫助，以致我哋嘅生命喺呢一度唔係去度埋餘生就算啦，而係我哋有生之年可以被你去使用，跨越文化嘅隔閡，有所突破。又或者我哋能夠去成為你自己嘅工作，讓呢度附近嘅人都得到益處，我哋身邊嘅人都得着幫助。願你使用我哋，讓我哋帶着盼望向前咁樣去行嘅時候，繼續體會你自己嘅同在，同埋你所賜下嘅真理。多謝你聽我哋祈禱，奉耶穌基督嘅名字，阿門。